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6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NCC 伫今仔日针对中天换接召期地召开听证会，中天的大股东蔡英明也不会讲，伊只是沟通分享意见而已。行政院长苏贞昌伫今仔日去到石门水库视察，也强调讲已经确定经济部14亿用来处理可看费用。台南交流道甲路牌标示改做是路面的争议，高公局也强调讲已经改道转来。中天电视台6年执照第12月11号起 ，NCC 伫今仔早起针对着中天换执照的议题召开听证会，也邀请中天的大股东蔡英明出席。伫会中，蔡英明也补回讲，伊一年当中只有去到中天2-3摆，也无甲内部主管开会，只是沟通分享意见而已。中天敢会换执照呢？也爱另一日召开委员会来做决定。好，谢谢。讲要捍衛新聞自由，中天大股東新王投資當做蔡英明出現 NCC 聽證會現場，民眾也大聲喊加油。中天新聞台主教將佇今年12月11號起，就因為這個病毒換照案關係國安產業發展、新聞專業自主等事項，所以 NCC 召開聽證會也成為成立以來頭一擺召開的媒體換照聽證會。如果扣除跟政治性有關的一個部分，其實三立電視台有9件。裁罚次數21件，這邊的一個背後代表的意義，絕對不能說中天新聞的新聞品質比較差，不是選擇性的執法，就是因為它都是所有民眾檢舉而來的。聽證會開始，中天由律師陳述意見，說明公司監視營運不善，裁罰傷濟等議題。根據案情概要來看，中天佇執照有效期限，受罰之處分有21件，獲處金額1073萬。也不過律師也指出，25件裁罰，目前只有5件確定，爭訟中的案件不應該成為執照准駁的依據。這位來自法學、團保、民間團體鑑定人也輪流發表看法。对于換照来说的話，應該是基於在這個資源上的善用來說的話，它應該是持續的審查，原則上不是一個一旦給予就永久持續的情況。違規裁罰的案件顯然過多，自律內控的機制顯然失能，營運顯然有不善的情勢，它無法確保落實節目制作流程的自律。伫早起聽證會完全無發言的蔡英明，下到答詢時間先講出經營理念是正道理性、真愛台灣，也講今年即起中天2-3擺，感謝後進有下一路期。唔是講攏聽我，你是講報紙人較好聽。袂啦，新聞人較好，那麼容易管。你會希望講電視台替你。你唔好甲我涉入圈套嘛，講叫我來講，我是叫伊安尼做，我都無叫伊安尼做嘛。答詢結束了後，蔡英明閣再次發言，講家己是真心為台灣好，結果卻去紅不着。中天要關啊！你有沒有發覺，沒有其他電視台報誒，今天才有報咧。愛台灣呢？都要台灣人日子過好，像那種假講的啦。日來聽證會主要是聽各方的發言，後週也閣會召開委員會討論。上晏將佇中天執照到期的12月11之前，決期監視的撤照。記者綜合報道。講到中天新聞台換執照新查，今日開始風聲爆野。外界有人認為講這是一個政治事件，不過行政院長蘇貞昌表示，中天並無敢愛收起來問題，是執照到期 ，NCC 當然就愛審查。中天新聞要被關台討論真濟，10日 NCC 舉辦換照審查聽證會，支持中天的群眾到現場加觀察抗議。中天最近也陸續上傳影片，表達對被關台的焦慮和煩惱。新聞朋友最近會不會常常跟你問到說中天要關台的事情？肯定的啊，肯定會的啊。可是其實對我們來講，我們做的工作就是在找尋台灣神秘，然後比較民俗的一些題材。對於黨政沒有太大的涉獵，可是不知道為什麼黨政的涉及好像讓我們面臨要關台、失去工作的狀況。中天換照為什麼引起這麼大風波？有媒體人認為，雖然中天新聞比 NCC 裁罰超過1000萬，不過衛星廣播電視法對換照停播的裁量基準，也是無解清楚。法條並無直接規定電視台被罰偌濟錢都應該關台。NCC 也是說你被罰得太多了，劣跡斑斑，所以考慮要不要繼續
让你换照。可是话说难听点，就算他被罚了1亿又怎么样？因为没有一条法令说你到底罚了多少应该被撤照啊。加上中天新闻52频道伫有线电视黄金频段，业者传出至少2间经营业者拢有意愿卡费，种种因素拢被外界看作中天新闻换照已经加做政治风波。中天换照听证讲一讲，苏贞昌是做出回应。对于中天审查的不是关不关台的问题，电视台视频有没有违法，有没有做到他涉台的本意跟条件，这个都是期限到了，要不要换照，独立机构 NCC 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卫星广播电视法规定，业者有这条的有限期限1摆是6年。中天整1摆换照是伫2014年，当时 NCC 通过换照，有4项附加条件，其中落实独立审查人制度，中天无伫限期内去做。回顾2005年国内有线电视第1摆换照审查，包含东森电视 S 台等这个电视台拢无过关，也引起政府控管媒体质疑。如今中天新闻换照，搁1摆考验 NCC 审查结果是不是能说服大家？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台湾的水情。虽然前几日台湾有落雨，不过台湾欠水依然是一个大问题。行政院长苏贞昌在今仔日就去到石门水库视察，也强调讲已经核定经济部14亿用来处理可还的费用，也要求经济部爱甲水资源的处理做好责任。今年天气无正常，为有石门水库以来雨量上少一年，北水南调、南水北调拢达到上大量。行政院长苏贞昌日到石门水库视察，表示办新水厂2期工程完工，大大减轻石门水库供水压力。若无即马桃园新北搁较紧张。这个6700万吨没有从翡翠水库过来给大台北地区用。那石门水库的水就依照过去继续支援板桥、新北地区。那石门水库现在就不是剩下这样的水。苏贞昌承认政府无做好，要求做好水库建设、营运甲管理，也讲到自来水漏水10几年拢无合度改善，伊无凭失败理由要求找到成功的方法，也讲到已经投入14亿启动水井、鼻塘、海水淡化者增加水源措施，确保用水安全。水利署是表示，开源以外，6月到即马也升5亿吨，差不多2.5座石门水库水量，同时加大水库清沙力度，维持公共用水系统正常供水。台中以南的彰化、云林、南投、嘉义、台南、高雄，从今天开始把它的灯号转成绿灯，就是提醒我们要开始共同抗旱，一起节水。经济部召开旱灾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第1摆工作汇报。根据中央气象局预估，到明年2月到4月雨量会较少，做出决议，请水利署甲农委会明年农业用水强管提早做研究，也请自来水公司针对各阶段自来水限制措施开始做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目前当咧欠水，南投日月潭的头社水库水位也是大底，是这41年来上界严重的。水利署南投管理处甲水库整修9月完工了后，却拢无等到落雨。头社的休闲农业区也无水通好用，这块农民也讲真无奈。因为欠水，荒地豆仔拢已经打去，农民干那用土大开。你无水食，伊就不会长得很漂亮，就会萎缩掉。我这摆是已经荒地豆仔种了，无水吼，样样要打死啊。收成的菜瓜园因为欠水，唔敢搁种，农民报受惊，毋过也是爱来整理这个价啊。一年较欠啦，嘿，土拢打。有啊，这后日叫人胖胖啊来拍。这是南投头社休闲农业区41年来上严重1摆苦旱，头社村15公顷的2期作物因为欠水，唔是打去，就是唔敢搁种，损失惨重。当地居民建议，希望政府应引日月潭的水，做这农作物来改水搭。洪溪的原理哈，从这个投射坝那边把那个水日月潭的水引到投射水库来，把这个水管再把它维修好。供应规个头社休闲农业区的是头社水库，原水位是668公尺，有效调水量是30万吨。不过苦旱国家上修理停止调水，水位降价662公尺的大水位。水库管理站是指出，这是有史以来上低水位。
们把水放到待水位，10月1号我们就开始恢复供水，尽量满足他们的需求。头城水库的修理工作虽然伫9月份完成，不过天公伯啊迟迟无落雨，水库大家看到底，规受限农业区头城甲武顶2个村落，农作物拢受到影响。东田水利署南投管理处规划每礼拜1摆供水，协助解决枯旱问题。记者综合报道。进前香港区管中心把核载弹要去到东沙岛的军事包机，袂当进入因的飞航情报区内，叫咱就要翻头。不过，国军加入因航空包机，伫今仔日8点35分，对高雄小港机场也顺利到东沙岛。那讲到中国军机的扰乱，在今仔日又搁发生了。中国的外交部也宣布反制措施，是要针对参与美国卖军事武器给台湾的美国企业。标定早起8点20分起飞的利用航空包机，总算顺利起航，9点14分到东沙岛，并且伫11点39分登到高雄小港机场。这一趟的航程目前就是保持正常。有去跟哪一方，就是香港方去做联系或者接洽？我们按照立荣航空通知我们的部分，我们做一个准备飞行，然后我们今天正式飞往东沙。伫这进前原定15个长期航班，被香港港区中心要求返航定是7到26，东沙岛航线已经中断半个月。另外，中共军机26早起8点外，佫被记录入侵咱国西南防空识别区。互空军公布管理，研判应该也是运8反舰机，是10月以来第20摆交代。中国几摆派出运8反舰机，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讲，真可能是征收美国核子舰舰。面对中国假使台海安全，太阳少将有8成26伫公布节目分析，无论美国总统什么人当选，拢袂影响对台军售的决定。也毋过，中国外交部却对美国批准对台军售，若是谴责，也宣布制裁参与军售的相关美国企业甲个人。是愿意把这些略具这个强势防御的武器给我们的时候，我觉得他第一个他已经信任了中华民国。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中央决定采取必要措施，对参与此次对台军售的洛克希德马丁、波音防务、雷神等美国企业，以及在售台武器过程中表现恶劣的美国有关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有社群媒体指出，日一早有2架美国军机，包括一架 RC-135W 电竞机，甲一架 KC-135T 空中加油机，向西南进行巡弋。咱国国军将要伫日暗展开战备周，中国各作战区将有大动作的操演。有了阿巴七甲乌鹰直升机拢将出动演练战略保存甲情报。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昨有民众翕到中国抽沙船出现伫马祖的4库练档，马祖海巡队表示，这2天拢总驱离7架违法的抽沙船。海巡署也强调讲，有派2000吨的新北南去支援。行政刘素真枪的态度是大真硬，伊认为讲违法爬过界的抽沙船，拢爱依法处理。看过去，马祖南港近海大细船只，好亲像拢是中国抽沙船，数量真侪，民众讲亲像被围堵共款。马祖海巡队25透早都已经为雷达顶悬发现这个海峡周围有抽沙船越界进行，总共赶走4架运沙船甲1架抽沙船。你已经驶入我方禁限制水域内，这个水域内不可停留，更不可锚泊，请立刻离开。请立刻离开。海巡署表示，中国抽沙船数量甲平常时差不多侪，已经紧急调派2000吨级的新北南去支援，希望利用水炮阻止船只越界。不过，大部分抽沙船是伫接近4000甲6000公尺的禁止限制水域周边活动，无属于台湾管辖水域，只要无越界，海巡人员就无法度执法。临港县政府表示，已经甲中国相关单位沟通当中，希望建立两岸强大机制。对于过去中国采砂船违法越界，我们都扣船严办，船拍卖人法办，绝对都依法办理。苏贞昌也请大家放心，
海巡单位守护国家安全，会做甲未落高去。海巡署统计，马祖海巡队为去年甲即马9月底，已经定检大案中国抽山船6只，没收罚金加拍卖高国库金额超过1亿。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政府明年要开放美国猪肉进口，立委也带团去台北港考察。卫福部长陈时中也表示讲，会增加查验的数量甲日头。另外，立法院的经济委员会是举办公听会，3位前后任的农委会主委也拢出席。前主委陈宝基认为讲，政府已经认定300种禁止伫国内使用，为何政府要搁开放有300种的美国猪肉入来呢？伊无生男育女。伊无子孙，26日法院进行美国猪肉进口审查公听会，猪农甲民进党立委曾水雄互相呛声，参加也有学者专家甲3位前后任农委会主委陈宝基、林享玲甲陈吉仲。陈宝基伫2011年前总统马英九执政时就开放有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牛进口，伊表示家己应体谅即卖主委陈吉仲的立场也澄清，既然农委会拢已经公告国内禁止使用300种，卫福部煞温存进口互相违背。宣布成为禁药是绝对不可以定进口许可。如果这个东西一破了以后未来谈判那就很麻烦。国外的莱克多巴胺的这样的安全容许量，在卫福部订定之后呢，我们是可以进来。那其实这4个原则。陈吉仲表示，会制定进口猪肉残留标准是依照2011年食安法第15条，当年已经放令主管机关应制定动物用药安全容许量。违反委员会是去台北港考察了解边境查检机制，卫福部长陈时中指出，基本流程不变，会增加查检密度甲强度。前5批，我们都每一批都会抽。那然后如果过了5批都合格，那本来是进入到20到50这样的一个抽批，但是我们直接就用50%来抽批。边境查检人力以109年来看，基隆港16人上济，桃园机场23人，高雄港13人，台中港5人，佮加上昆阳办公室10人，总共81人。那也立委是怀疑因着要如何来应付国民党立委蒋万安佮提议整体货品后日来补强。也可以解决短时间内如果没有办法增加足够的人力、经费、实验机器等等，你们可以更有效率的。它是要查说这个东西是否安全，而不是说是否藏有某种动物或植物用药，因为这样子的话会造成一个贸易上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为进口肉品开箱查验甲报关，政府如何把关？挑战才要开始。记者综合报道。咱拢知影讲，一张股票是1000股，无到1000股的号做零股。台股下盘中零股交易对26开始施行，无论倒一种股票，伫收盘进前拢会当买卖一寡零股。伫今仔日是施行的头一天，其中台积电的股票上届首次有卖到266000股。盘中蓝山股买卖26开始实施，小额投资人将会使买入卡要到一个就要几100块的股票，若是一张10万块的珍贵股票，即阵只要用100块就使买入一股，点负担的金额分散入场，真简单就使操作买到。年轻人就可以买得起比较高价，可能台积电或者是0050那几档。过去蓝山股交易前伫收盘了后，在下晡1点40分到2点半，这段时间才有法度买卖，而且会使买一摆，若是无完成买卖，就要等明仔载啊。即阵开放盘中就使买卖，对9点10分开始头一摆买卖，刷来每3分钟一摆。伫1点半收盘进前，会使买卖88摆，加上原本盘后交易一摆，总共有89摆，可望吸引更加侪散户来入场。毋过部分资深股民讲，交易方式只有一种，因为今年经由电子交易，而且禁止动枪、禁止用资管，诱因不足。网络下单，老人家的手机大部分都不会下。你买小股整张也没多少钱嘛，你何必说去买那个大股？建议人家买几股，几十万人买也才多少，成交量是完全一点的帮助都没有。因为台票早盘强升超过3家，加上盘中蓝山股交易实施，台股买期真收入一度起了70点，不过中场起伏有较收敛，收在12909点，起10点，成交量1635.62亿。盘中蓝山股交易部分发现以电子金融股甲有悬股息。
对在较热门的股票较受到欢迎，其中台积电、南山股交易量上多，26万6千股，佮再来是玉山金20万8千股，敦泰电子17万股，长荣有16万3千股，鸿海排第10 7万3千股。如果零股交易变成很方便的情况之下，很多高价股的一个族群会吸引一些散户去做加码的动作。分析师讲，过去南山股交易无方便，流通性无好，开放盘中交易了后，应促进资本市场少年化。不过，什么速度来有大股交易量，依然爱观察，因为小额投资有限，也是难以影响大盘。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台南的交流道却出现高速公路的路牌标示，甲本地地号名改做是路名，民众是煞到看甲不飒飒。公共局也在今仔日赶紧去修正，大湾是维持旧名。台南交流道是改做仁德，永康交流道是改做永康甲台南北区。民众经过国道1号高速公路到台南，准备到永康交流道，却是发现标示牌写中正北路，这到底是倒位？连在的人嘛无飒飒，一直讲真困扰。如果改路名会不熟悉，会超过，会造成不便。永康跟仁德是一个地标现在改成路名的话，那我们这样子也很容易下错交流道。那永康交流道改名，沿国道1号国路南，用20-30年路票的台湾交流道嘛是同款改做复兴路，但是有人认为讲改票时其实会让外地民众较好认路。有时候到南部来就觉得说，他们的交流道那种名称跟我们不一样，就觉得会有点不太习惯。对，我们是觉得这样还不错啦。外地人听到大湾是什么，他怎么会知道？他找不到路所以他当然外地人是看路名。原来高速公路局进前参考台北、高雄市区路段，以交流道连接路名来做标示。其中台南市境内永康、台湾，也有台南交流道，分别改做中正北路、复兴路，也甲中山路交流道，却是引起民众赞成甲反对的看法。台南市长黄伟铁是质疑讲，用20-30年的标示向改名，看不出有这必要性。高速公路局26号表示，台湾维持旧名，台南交流道改做仁德，永康交流道改做永康台南北区。在很短的时间内回应到一般民众用路人的一个诉求，至少是让人家可以辨识到原来的这个交流道名称，这点我们表示欢迎，也表示谢谢他们。像这样的标示，第一次就把它做得清楚明了，这个难道做不到吗？闹了一个大笑话，严重伤害到政府单位的诚信形象。台南市长黄伟铁表示，高速公路局伫短时间内做出修正，表示肯定。也毋过台南市立委甲市议员是批评讲，高速公路局浪费公款，应该加听地方的意见，甲当地政府协调，才当避免同款的代志再次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台南交流道的路牌标示改名引起民众议论，高公局表示，会改路名是民众建议的，想袂到这回反弹有遮大，也强调讲，因拢是照法规的规范去号名的。经过这摆争议，也会加强甲地方政府的沟通。用几十年台南交流道为什么要改名呢？高公局证实是台南在地民众向高公局反映，台南升级了后已经无台南县市之分，到新营都已经是台南，所以开过永康交流道才会看到台南交流道。高公局甲当地养护单位开会讨论，以交流道附近道路来号名，想袂到却引起大反弹。其实都已经在台南市了，那可是我们的标志牌面呢，还会一直在指引往下几处是属于台南所以他们会觉得是说，希望是说这个台南应该很早就到了，而不应该就是到了永康以后，那还有再往台南的一个指标。高公局表示，过去交流道号名拢是按照法规、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规定来设的。以联络道路两边的重要城镇、距离人口、社经发展程度，选择交通需求较大的地点。上这当时标两个所在，应选择附近有名地点标示。除了台北、高雄以外，台中市要以台湾大都道路号名作为出口标示的前例。不过，亲像回乐岛的分林，都是以后尾岛南这地名来标示。这摆台南交流道改名引起批评，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既然造成不方便，就要搁改善。讲台南好像整个台南市都是，那也可以用就是它的这个东西南北区，再写得更清楚，这样就不会去这个在这个交流道
就出现了很多的类似中山路、中正路这个几乎以前每个乡镇市区都有的。进前国道2号因过捌到十道口指示标志，赛车人要万言，写伫道边的地名煞标示往这边行。经过交通部运检所建议了后，高工局已经改善，未来会清查各交流道现况，依照无同款的情景来调整设置，也加强甲地方政府沟通。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关心流感疫苗问题。台中有一位民众伫这个月初10注流感疫苗，10天过后却开始身体无爽快，目前也当咧病院治疗。台中市卫生局表示，民众渐渐有意识不过依然是真危险。卫福部长陈时中也要求相关单位要赶紧查明真相。另外，新加坡停止使用山诺菲的流感疫苗，疾管署表示，目前台湾暂时无要停止使用。也没有在吃什么慢性病的药，然后遗传病史就也没有。10月10号去打的疫苗。市内民众家属心内真着急，安怎嘛想袂到，干嘛注一个流行性感冒疫苗，却是引起身体无拄好，到即嘛爱靠呼吸器来治疗。台中市卫生局表示，这个市内的民众虽然状况有进步，但是也未完全精神。他的意识状况是比较嗜睡。那你叫他的时候，他下巴会有反应。这个市内的民众这个月初10注散诺菲生产的公费流行性感冒疫苗，却是伫19出现身体无拄好，20互人送去急救，隔天病情变重，带入去加护病房。26虽然知影人，不过还是出现真爱困，目前爱靠呼吸器来治疗。这个市内的民众互人检查出去治疗真罕见的格林巴利症候群，但是是不是跟流行性感冒疫苗有关系，爱过进一步来化验。我们还持续请赛诺菲跟我们回报拿世界各地的相关的一些不良反应，那我们来做研判。赛诺菲厂商26号下晡也发表声明，强调台湾的疫苗拢经过品质检测标准，而且经过食药署检验了后才会使用。截至10月23，疾病管制署公布全国51例不良事件当中，赛诺菲有12例，无包含市内的民众，不过还未判定甲疫苗有关系。目前新加坡已经宣布停用赛诺菲等2款流行性感冒疫苗，疾病管制署是表示，目前台湾未法停。台湾，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有3家的公费疫苗，到现在已经施打了400万剂，也没有发生类似像韩国这样的一个事件。那有发生的这个不良反应的部分，也都还在跟去年同期的一个比较，也都还在预期之中。曾英雄表示，目前国内注赛诺菲疫苗的不良反应情况，还搁伫个预测当中，会搁了解新加坡是安怎会做这个决定，也请厂商回报不良反应的资料。还搁伫个救治当中，市内民众，台中市卫生局也会协助提出有害救济补偿。记者综合报道。世界同人欣赏的就是台湾的健保啊。根据着卫福部上新的统计，台湾民众一年平均一个人爱开3万块的健保费。不过最近发现讲有真侪民众健保停止使用无偌久，搁再投保。这寡人有的是要软健保规定的空芳，唔若要升级，也要大开健保费用。医生替病人洗喙齿，煞来处理其他喙齿问题。气管医师讲，最近真侪患者是受疫情影响，回国的旅居海外人士，大部分返来台湾恢复健保了后，就进来看喙齿。台湾有健保的关系，所以就是治疗的方面的部分，费用一定会比国外来的便宜啊。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发现，今年来第一期停保以及复保的人数，对2017年的86000人，到去年已经超过9万人。停付保他们回来大概用的医疗呢，牙齿的疾病居多。那在第2名大概就是急性的上呼吸道的感染。另外，在2018年已经度集体保回国了后，搁再加保就25000人，其中健保就医人数占12000人。而上罕过的是，有人伫1年内用掉健保就医的金额是2254000块，是民众一年平均健保费75倍。搁再来是1912000块加1787000块。因为依照现行规定，出国无满6个月必须缴所有的保费，而出国6个月无满2年，会用办理停保。停保期间无需要缴保费，而出国满2年的人会先度集体保，等来台湾满6个月前，搁再加保，保费免对缴。医改会认为这是去公平原则。
不孝滥用健保的情况，是不是可以透过出籍后不再复保，或者说有什么有条件复保的情况？出国就是说在4年以上回来的这一群人，他如果要在就是行使他这个看健保的这样的一个他的权利的情况，他应该也是要把他过去的这段时间没有在台湾期间的这个保费，应该还是要把它补缴完。卫福部长陈时中8月9日提出，要将海外收入纳入保费计算。健保署表示，要再研究，并且宣示10月纳入健保改革讨论。健保署表示，如果海外返来台湾服保就医超过100-200万的健保给付是特例，而停保服保的人，这阵保费收入也是比支出较多，对健保财务也无马上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泰国的众议院对2日开始针对目前的政治危机，召开2天的特别会议。前总理塔信成立的维泰党也呼吁总理Prayut为着16个点行动，就要辞职落台。另外一方面，学生团体第2日也去到德国的大使馆，要求德国政府就要调查泰王挖七拉瓦讲敢有违法。众议院议长川立派2日在议场上宣布特别会议开始，全议731名议员，只有450人列席。流亡海外的前总理戴克辛成立的维泰党主席宋鹏起来发言，当着总理帕拉育的面，爱伊顺应民心，为16个镇压行动甲15个紧急状态令呼吁这阵辞职落台，也呼吁当局释放被拘禁的示威者，释出协议以结束当前僵持不下的局面。การตั้งยติลักษณะนี้กำลังแต่จะซ้ำเติมสถานการณ์บ้านเมืองให้มันเลวร้ายขึ้นไปอีกไม่สามารถที่จะเป็นทางออกของสังคมได้แต่อย่างไรก็ตามท่านประธานที่เคารพพวกกับผมก็ยังคงมีความตั้งใจที่จะใช้โอกาสในการอภิปรายครั้งนี้เพื่อเสนอหาทางออกที่ดีที่สุดให้กับประเทศ不过，这会议2天的特别会议，揭露示威的诉求恐惊真歹得到回应，因为当局就因定位地非法集会游行。คนในที่นี้ควรต้องรวบรวมสติปัญญาทั้งหมดที่เรามีความคิดความสามารถและหัวใจของพวกเราทุกคนรวมทั้งเลือดรักชาติทุกหยดในตัวของพวกเราร่วมกันคิดและทำในสิ่งที่สร้างสรรค์ที่จะเป็นประโยชน์สำหรับประเทศชาติ。另外一方面，国会门外组织数10位穿黄衫的保红牌证书，要求议员议场上卖讨论甲红色有关的议题，唔通推行红色改革，伊已经做好保护红色的准备。23暗，那马扎西外籍拉拢讲甲红校苏迪萨参加那马国西主龙宫纪念活动，为大红宫用行到绿石宫。沿路有数千名黄衫军跪伫涂骹强行，甚至浸国王红校的鞋啊。另外，法政大学学生团体、法政大学甲示威联合阵线2日下昼5点，伫捷运三雅站路口集会，前往曼国德国大使馆递交陈情书，要求德国当局调查长期踮伫德国的外籍人讲，伫德国土地上行使王权、监视侵害主权的违法作为。记者综合报道。自从被俄罗斯发生选举做手的弊案，高达反对派阵营的支持者，逐礼拜拢举行游行示威，高达已经是连续11个礼拜啊。因也对已经宣誓就职的万年总统卢卡申科提出25进前就要落台限时令。卢卡申科唔但无咧信道，甚至开始掠示威者。反对派领袖也呼吁大家对2日开始就要实行全国大罢工。10万的示威者25出现伫首都明斯克街路，掠反对派的白红横条旗啊，向总统府独立宫前进。这是8月9大选结束以来第11场9月大游行，也是这届反政府示威爆发以来规模上界大的一届，也阁影响到明斯克以外的其他城市。当局出动大规模警力来设置路障，发射震撼弹、塑胶枪支赶走示威者，并大动作进行逮捕。人权团体维森纳表示，今仔即天就超过200人被逮捕，拢总选后已经将近15000人被捕捕，有超过100人拢是政治犯。当立邦伫立陶宛的反对派领袖蒂哈诺斯卡亚，这个月13对万年总统卢卡申科下最后的通告，叫伊25进前交出政权，无正要进行全国大罢工。К сожалению, я думаю, что он его не примет,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от человек живет в своем мире. Он думает, что его поддерживает очень больш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людей, и что мы все неправы, что мы наркоманы, проститутки, вандалы и так далее, а мы просто мирные белорусы. Он пока не может этого понять и
Боимся, что будет на следующей неделе. Будем бастовать. 看到期限已经过啊，卢卡申科不但无管，还佫大量逮捕示威者。蒂哈诺斯卡亚呼吁各界26开始进行全国大罢工。记者综合报道。针对着武汉肺炎易放射的问题，美国的防疫专家 Fauci 伫 BBC 的专访也有讲到，伫今年11月底到12月初，就会当确认疫苗安全性。若准会当大量生产，就会当甲疫情压落底。不过可能要听候到明年的第2季，甚至是第3季。美国总统川普伫电视辩论顶竞选活动中，定讲到今年底前，美国将会做出疫苗来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这个讲法受到不少的质疑。不过，美国政府的防疫领导人之一、国家传染病研究所所长佛奇认为，川普并无讲唔对。I believe he said that correctly. We will know whether a vaccine is safe and effective by the end of November, the beginning of December. The question is, once you have a safe and effective vaccine or more than one, how can you get it to the people who need it as quickly as possible? 确定疫苗的安全性甲效果了后，也要用时间制造充足的数量，所落来也要解决超低温运送的问题，再当互事先设定的优先顺序接受注射。When you talk about vaccinating a substantial proportion of the population so that you can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dynamics of the outbreak, that very likely will not be until the second or third quarter of the year. 也就是讲，要互美国全国伫某种程度回到正常的生活，上紧要到大约明年年中。另外，川普所讲的美国国内疫情已经受到控制，佛奇是有无共款的意见。像德州累积的确诊人数已经超过加州甲纽约州，是美国第一回。为了互民间病院会当有充足的空间收治感染新冠病毒的民众，德州呼吁联邦允准开放军病院，用到感染新冠病毒以外的其他患者，像心脏病患等等。因为佛奇定甲川普总统伫防疫问题上有无共的意见，美国政坛对佛奇的气流也非常好奇。佛奇伫 BBC 的专访中指出，伊只想到做好防疫工作，对外界定提伊甲川普的意见未下做文章。佛奇认为这对防疫拢无帮助，伊完全无兴趣。记者综合报道。欧洲疫情拖翻头，而且是愈来愈严重，特别是西班牙、意大利甲法国，因一日增加的病例数，拢比头一批疫情更加严重。西班牙除了施行宵禁以外，政府也希望国会授权，甲紧急状态对本地15天延长到半年。马德里的这间酒吧，服务生一个请人客量早离开，然后收好倒来椅啊，关灯下班。因为根据政府上新的防疫规范，暗时11点都要实施宵禁。La prohibición general será de 11 a 6 de la mañana, pero sí, las comunidades autónomas podrán modular en función de unas horquillas temporales esa prohibición de deambular o de moverse en horario nocturno desde las 10 de la noche a las 0 horas de la noche y desde las 5 de la mañana a las 7 de la mañana. 西班牙爆发第2波的疫情以来，当地新增确诊病例为8月下旬开始，就打破第1波的纪录，了后佫开始一直创新高。目前上济新增确诊的是伫10月2日，挖近21000人。政府除了推出各项防疫措施，也将要求国会授权，将紧急状态期限为目前的15天延长为半年。意大利甲法国的疫情走势也非常类似，也毋过新增确诊人数佫较侪。意大利伫当地时间第5拜日创下单日新增21000多人确診的記錄，相關的防疫管制也陸續實施。Bar, gelaterie, pasticcerie, ristoranti chiuderanno alle ore 18, tutti i giorni compresi i festivi. Dopo le 18 però potranno continuare a operare per le consegne a domicilio e per l'asporto. 也毋过，毕竟意大利人是真爱享受自由自在生活，政府为了防疫，中客严格管制，所以首都罗马的街路都有大批民众伫政府大楼外口表达抗议。另外，位伫意大利甲西班牙中间的法国，除了累积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西班牙，但是新增的数字为10月初突破2万以来，佫较是一再愈新纪录。24甲25拜六这2天分别新增45000多人，甲52000多人。记者综合报道。
为要对抗中国威胁，咱的国军也家己开发畅水艦。头一只原型艦11月初3会由总统蔡英文亲身主持开工仪式。国防部副部长张德斌表示，目前拢有照计划伫咧行。前海军的升舰舰长卢雷西也讲，原型艦的战力袂卡输舰量级的畅水艦。不是，我们现在上面是准备如何？我们都是按照计划来做了。江南国造动工一期到底什么时阵的？国防部副部长张铁平二日到立法院进行机密报告。面对记者追问，表示按照计划进行，总统专门画出落实国防自主。国军投入江南国造，目标打造8只江南，要开493亿元打造第一只原型艦。专用厂房按算这个月落成，蔡总统可能亲身主持11月初3开工仪式。那我看到的期程好像不是这样，不过。概念是这样啊，493亿里面有大概接近一半左右是用在这个基地建制嘛，总不可能从空中变出一道潜舰，然后做完之后就所有的东西都从空中化为空气。刘伟一日也去高雄考察负责的台船公司，参谋总长黄曙光亲身说明进度。刘伟透露，国防部有问有答，显示对江南的高度重视，积极争取改动10亿预算。所需要红区装备、鱼雷、声纳加相关系统，传出得到美方输出许可。第一只原型舰舰规格排水2500到3000吨柜，战力加舰量级舰舰海龙海虎虎同款。就是中规中矩的柴电潜艇，是由浅色的攻船飞弹或者浅色的鱼雷，其实都不会输给对岸的原级的潜舰。伊分析，江南国造爱高度技术，韩国用30年才真正落实国造。台湾第一只自制舰舰传出上紧至04年第3季落水，伊认为免伤过乐观。国内过去无制作技术，台船有聘请外籍顾问，要拼焊接技术达到标准。伊对国军有信心。记者综合报道。要处理全国公共空间维权上阵，不过中正纪念堂却拢无转型。着立委执行讲，促转会主委杨翠拢无伫咧处理中央机关的维权上阵。杨翠表示，促转会会提出多元处理方案，也会继续甲各部会来协调。这是台北市中山区的国防部宪兵指挥部一日看记者会清楚看到门内蒋介石铜像。根据行政院促转会公布的全国公共空间维权上顶处理最新进度，中央机关包含总统府、立法院、国防部、文化部、国发会、甲各警这6个机关执行率拢是0。光部的这个执行率是0，好，那有260个都没有处理。比较诉求就是说有一些历史情感、特殊的一些历史的因缘。你有没有信心让立法院的中办在年底前希望他们可以做？而促转会指出，总统府所列154个维权上顶也未处理，所指的是伊所管理的大溪人群内底一座铜像、2个遗像甲1个空间。因为促转会会在明年5月结束任务，立委也关心中正纪念堂转型机场是不是可度在任务期内完成。那能够在到期前完成这样的转型吗？我们因为李永德部长会成立一个跨机关的这个工作平台，我们会参与在其中，努力积极来促成。为了还原历史真相，促转会进行向司法院调用维权统治时期9件大法官最现资料，大法官4名就是暗砍。根据统计，维权统治时期不担任法院院长、公听会委员长的119名法官内底，有国民党籍的有83名。立委甲促转会拢质疑这个身份的违反审判独立，也要求司法院应该公开。司法院副秘书长叶丽霞表示，这档案11个预算和档案局时就被甲砍起来。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位民众伫15年前发生车祸，上加是规身躯袂顶袂动。去年转去屏东联络一间护理之家疗养。去年伊的家属也发现讲，伊的身躯顶招伤痕，怀疑是去互疗养院虐待。护理之家也驳回讲，伊的情绪失控，而且会甲医护人员QQ才会受伤。卫生局也登来调查。一张一张受伤的相片，互人看到真唔甘。唔那倒手骨甲大腿顶悬有规大片的乌青，较装备阁无人，甚至会当看到血水流出来。家长出面控诉，身心障碍后生15年前因为车祸未顶当，家属因为上班时间无法度顾伊，将伊安排去屏东联络乡一间养护中心来照顾。无想到好亲像遭受虐待，也捌造成有性命的危险。从我们送过去的时候，体重将近80公斤，然后瘦到现在只有55公斤。照这个做检查的时候，整个肠胃有穿孔、有溃烂，大量出血，
然后送去医院的时候，急诊室医生就说他就是随时都会走的。32岁姓林的查甫人，重度残障已经13年，未当表达，智商敢若1、2岁。去年8月才大入去，短短1年外，验伤单顶悬已经写满详细记录。家属气甲要求护理之家爱提供监视器，可是敢若看到一个智能障碍查甫人掰伊的巴肚甲大腿，这间院方是要找人担罪。我们调监视器发现没有任何动作，是尿布一打开就看到鲜血了。这些伤痕呢，有些是他自己造成，有些是我们要去帮他换尿布、喂饭、换衣服的时候，我的照服员抓了产生的。那目前其实都有掌握一些相关的事证，不过我们其实为了让事情能够更清楚，我们其实还在做更细部的了解。护理之家出面强调，姓林的查甫人车祸了后情绪比较激动，有当时会影响到其他的同房病患。食药了后副作用会造成乌青，再加上伊家己拍家己，并且甲护理人员会扭扭拉拉加减会造成乌青，并无虐待的代志。闽南县卫生局是表示，已经伫月初有收到家属的投诉，了后会协同警方针对护理之家来进行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徛伫咧东亚主线航道顶悬，自古以来港口就是台湾甲国际接触的大门。档案管理局也伫行政院新增联合办公大楼举办基隆港、高雄港的文物展览，也互咱的民众会当看尽港口的百年历史。大船入港，船内声响起，这个时阵，领港的船就爱驶外来，爬去大船顶，引导船安全驶入港内。这里有引水人正要登船，那他们形容他们在靠近船的时候叫做碰碰船。用影相甲互动式的展览，互参观的民众了解领港这度的辛苦甲专业。互动式的呢，我们这里面有一个叫做 AR 的哦，那当然也有一个 VR 哦。那 VR 的话呢，就是介绍这个饮水人啊怎么样去从事他的相关的一个工作，在这个AR 的这一方面呢，也是可以看到那个饮水人呢怎么样在这个惊涛骇浪当中呢登船呢。这边的香港东岸展览除了码头的报关进出、港口检疫等等，也有基隆港甲高雄港自清朝开港通商以来，码头的扩建、战争的毁害、转型才发展历史。咱对1919年这这相片，咱辛苦，咱的开发，咱迄个经济的发展，拢会使对这看到。在互动上面都做得蛮多的，然后加上。有一些像那个小朋友的积木，我觉得它就是不是说只有研究者或是大人才适合来看这个展，就算是小朋友，他也可以透过这样子参观展览，然后得到一些有趣的东西。台湾四面环海，港口是台湾甲世界连接的重要门户。主办单位展出头摆公开的国家级港口计划图、100年来的相片记录以及航运等等的相关知识，希望伫海岛生活民众对港口有更较深入的认识。伫行政院新增联合办公大楼，对现主时开始，等到明年5月底。记者杨淑晴、谢桂林，新北市报道。伫咧台中代理的公正国中，有一位国文老师，号做陈芬芬。对10多年前开始，伊伫学校内面推动台语朗读，伊毋但用心指导，也和学生做伙去参加台语文的竞赛。最近，陈芬芬老师阁得到教育部县团分红奖的肯定。伊讲台北的下冬天。学生朗读台语文章，发音甲声情拢真好。伫今年台中市比赛摕到第1名，伊的指导老师就是这位陈芬芬老师。老师都很严格啊，对，就是念错就是要重来，要把自己用到最完美，再出去比赛。闽南语朗读演说，这一块其实是很专业的，对。那因为孩子的需要，所以我也会要求自己要更精进。陈芬芬原本是教国文的老师，因为伊对语文研究真有兴趣，10多年前就开始训练学生讲台语。伊会鼓励无爱读册囡仔来参加台语朗读。我觉得给小孩子增强了很多的自信。因为原来他在班上可能是有一些是属于比较边缘的，不爱读书的。平常时利用下课的时间指导学生台语，家己嘛跟学生做伙参加比赛。伊甲国文拢会补充课外的知识，学生拢讲上伊的课袂无聊。
为了指导学生，他还特地去考闽南语的证照。那为了指导学生更精准地念出那个发音，他今年还特地参加闽南语的字音字形，那也获得第2名的好成绩，有进入复赛。那他是我心目中终身学习的好榜样。伫学校内底认真推广台语，今年陈芬芬老师摕到教育部行大分红奖的肯定，校长甲学生拢替伊真欢喜。不过，不管敢有摕到奖，伫大家心目中，芬芬老师就已经是上好的老师。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婚姻理论有一间20多年的酒厂，少年头家接手了后，想到要结合在地农产品，甲照安客家文化，用婚林出产的芒仔果去刻酒，佮甲照安三宝市伊的开水狮仔做瓢仔，互这款芒仔果酒对内面到外口拢有特殊的意义。酒厂内底玻璃杆仔一支接一支，伫温山大顶悬摆堆。这是婚林二仑乡一间20多年的老酒厂，因有一项特色产品是别位找无的，就是芒仔果酒。爸爸之前只是酿造米酒跟高粱，那我接手之后也研发了在地的哈密瓜酒，也想说怎么去跟在地做连结。因为婚林仑背乡出产芒仔果，所以酒厂的少年头家廖文胜，才想要用婚林在地的农产品来制作有在地特色的水果酒。不过，要结水果酒，大部分拢会经芳气较高的果子，亲像是酸亚旺来这款。虽然芒仔果嘛有伊特殊的果子香，但是较清芳。若是摕来结酒，果子本身的气味会去互酒味压过。廖文成调整无同的比例甲做法，才成功结出这款色水水、水果香佮有够的芒仔果酒。阮拢讲，阮两辈是哈密瓜的故乡，一直想讲哈密瓜会使做啥物物件。酒厂就是配合阮地方来发展哈密瓜的酒，跟嘉义大学的教授一起研究开发出这一款酒。那这一款酒呢，喝起来就是很温顺，那它的酒精浓度也不是很高。虽然看起来是一罐普通的酒，不过第2代头家廖文胜是用推广在地农产品的心态落去研发，而且因为伊是照安客家人，所以干那顶的瓢仔佮有印照安三宝之一的开口塞。希望透过一支简单的芒仔果酒，会当互消费者同时认捌到婚林农产品的香，甲照安客家文化。记者综合报道。前日昨晚举办的世界巧克力豆大奖亚太区赛，台湾的业者也是拼创意，结合台湾的特色，推出各种可可亚加工产品去参赛，也隆重摕到103块奖牌。哇，我们是用热烈的掌声啊！我们团考生看来这次又是我们的这个赢家哦，恭喜恭喜！这是世界巧克力豆大奖的亚太区赛，咱台湾的业者总共得到22块金牌、32块银牌、35块铜牌，加14个特别奖，实在真请赢。另外，也增加真侪业者推出特殊口味的巧克力豆，亲像铁观音、高粱酒、甲马告，把台湾的特色推广到全世界。食材跟高粱酒浸润在一起，然后就去可以做成巧克力。那它的高粱酒的风味就会保留得非常细致。屏东县府已经是连续第3冬争取到主办亚太区赛，不过今年的比赛因为疫情的影响，选手都要家己把产品交予9个国家的评审，透过网络实时伫屏东公布得奖名单甲颁奖。虽然比赛是变甲真麻烦，有关吸引来自14个亚太地区国家的人才参加，咱的业者得到全部奖项的一半较低，展出咱地主的气魄甲骄傲。从传统的槟榔业，然后转型到整个可可的一个种植，未来会在深化的是在整个烘焙及包装这个包括这个发酵的相关技术。屏东县长潘明安也真欢喜看到在地巧克力豆业者表现甲遮好，未来阁要精进其他的农产品加工技术，促进地方的农业转型，也继续鼓励咱的人才，成做台湾之光。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明仔载东半部地区，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甲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地震雨，其他所在是侪云到好天。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21度到30度。中部地区对21度到31度，
南部地区对23度到32度。北部地区对21度到29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0度到29度。也有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的最后，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M 新闻》，我是嘉豪，马仔今日时间咱再会。